请咱来献开圣诗第139首。这条歌真简单，是早期来中国宣教的宣教师所写，所以伊有真中国的迄个味。咱做伙来吟唱这个139首。咱若有姓氏的，会当替，总是因为咱的泡泡音还未出来，所以小等一下。好，来，出来好。旋律真简单，总是真好听。愿上帝为帮助扶持，互咱透过这首诗歌，会当定心来思想。早前这宣教师来到中国，来到台湾，因宣扬福音，透过安尼，望耶稣基督的疼，会当疼着咱所有人。这是咱做伙来读第20个歌词，做伙来读来。以做幸福的主，满满福气温有，到其降世做人互的，送香互咱真有。来，我们来，咱来吟第3节的歌词，第3节来。圣诗第532首，圣诗第532首。今年是马街来台宣教150周年。这条歌伫马街牧师咧传道的过程内底，伊应该是上爱记的这条歌，因为当伊带伊第一个学生。颜清华牧师去到放假第一遍做见证的时阵，众人咧铁笑，结果马街就伫遐吟这条歌，然后阿华就甲伊做伙吟，然后当马街伫1893年要离开放假，转去加拿大的时阵，因全部的人伫码头就吟这条歌咧送马街，所以这条歌。伫着树顶头，台湾的树顶头真有意思。咱爱学这条歌吼，无遐尼好唱，所以咱一个小乐队爱协助，就是副歌的所在爱先出来，人声爱先出来。咱拢小可知影吼，这条歌副歌的所在人声爱先出来吼。来，咱做伙来吟这条歌。Yeah.
人声先出来，所以咱在场内当唱即条歌的人声嘛真有意思，吼。所以咱搁来因，互较仔熟悉看，互即条歌成做咱的歌，因为即条歌是一个信仰告别的歌。即条歌咧讲，不管别人安怎讲，我就是认耶稣基督，毋惊见笑。来，第一集就好。我的主，我要见笑，我看见了你，我看见了你，我用耶稣温柔的头。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记得，甲咱一万心。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已经线顶的兄弟姊妹平安。时间到，请咱闭班的心，开始今仔早起是个礼拜。全地长耶和华出欢喜的声，你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界来吟圣诗139首，圣诗139首，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吟全首。爱
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名，创造宇宙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所生囝，咱的主，以对圣灵后代，对在基督玛利亚施洗，本着彼得的灵来相受，定是世界是万众所应服。第三日为上中复活，就天天，他借着全能的名上帝大名。伊要对了对他个人心好，让大家信我信圣灵，我信耶稣同的教会，信我所奉罪的下面，肉体的我，永远无命。阿门。请坐。大家来交托启文第49篇，启文第49篇，我来启大家来念。来喙呆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啉。你若着开钱买袂食的物，恁注意听我讲，就为好物通食。准趁找着上帝的时，来找伊。海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应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较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较悬，较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要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子。以前有刺激的所在会发伤病。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我特别的记得，阿门。上个来祈祷，慈悲疼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一起头，你创造宇宙万物，佮照你的上帝创造人类，阮通享受你所创造的。总是人无顺服，无严光你，反倒拄着刺，私欲受着威胁。就犯罪坠落离开你，你为着疼阮人，要来拯救阮脱离罪恶，就定着伫创世以前有曾竞选阮，通过你所差派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降伫世间。以前上帝你的羊羔，为着阮的罪受着侪的艰苦，定死就是价顶，流出宝血来洗清阮所犯的罪。第三日，佮对世人中搁活就天，互建立信靠伊的人，通过圣神的顶头生，伫耶稣基督内面来称做义，佮有永远的活命。愿你也应允阮，若踮伫基督，就是诚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咱已经过，咱拢变成新的。你将一切有关生命甲敬虔的事，拢赏赐阮。互阮通过你，通到爸遐里，到甲天父同在，享受永远的生命。你的疼极大，你的恩典满满，阮深深感谢学你你。总是阮伫世间也有需要，伫日常的生活中拄着约束，也会做歹，有侪过失。阮伫遮要来诚心悔改认罪，求主你来赦免怜悯阮。
通过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搁一遍来洗清阮，求你圣神帮赞，互阮伫每日的生活中，通遵探你所启示的真理，对其坚固，无受摇动，来过圣洁的生活，直到完全。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使阮有气力、四位来传福音，做主的干净，荣光你的名。阮着为着阮所敬听的吴牧师来祈祷，求主你的圣神充满伊，互伊有智慧甲气力来传讲真理，互阮的生命得到利益。咱今仔日，我们奉你的名召开今年度的第2次的和会，要来选举后届长老甲执事。求主你帮助阮一切顺序来进行，也赏赐阮有智慧来选出合你心意的人来服侍你，来领导阮教会全体会友同心合一来兴旺福音，荣光你的圣名。但即时，我要恳求你命令撒旦离开这个所在，互伊伫阮的中间无任何搅扰的工作。但今仔日，阮集体中间有出外的，也有人破灭倒伫村里。求主看顾因、扶持因、来医治因，保守棺材座位以及线顶所有兄弟姊妹身体勇健、灵命的丰盛，赏赐阮逐人平安。愿一切尊贵、关联甲荣光拢归乎你，平安归伫阮所有兄弟姊妹。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再来共读上帝话。今仔上帝话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10节。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10节。这是我来共读。第1节，有一摆真侪报税的人，甲侪人，我来耶稣遐要听伊讲道。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熬念讲，这个人接纳侪人，甲因食饭。耶稣则甲因讲即个譬如：恁中间啥物人有100只羊，拍无去1只？恁减袂放迄99只伫旷野，去找拍无去迄只，找到着，一个找着，伊就真欢喜，将迄只羊背伫肩头。伊转来到厝，叫朋友甲厝边来，甲因讲。来斗欢喜，因为拍无见迄只羊已经找着。我甲恁讲，亲像安尼，为着有一个悔改的罪人，比有99个免悔改的罪人伫天顶的欢喜会搁较大。也是有一个富人人，有10个银元，拍无去一个，险袂点灯，扫厝内拍拼找到着。伊一个找着，就叫朋友甲厝边来。甲因讲，来斗欢喜，因为拍无见迄个银元已经找着。我甲恁讲，亲像安尼，上帝天使为着一个罪人悔改来欢喜。以上，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因为献诗的地方是5望的道路，来请圣歌队。
因为咱来请牧师来证道啊，牧师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我找着啊。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跟咱做伙伫地。我这时候再一次的邀请大家，如果你听不懂台语，因为我们今天是2场合并，因此我在外面有准备华文的逐字稿，所以如果你想要积极一点，在礼拜中一起听上帝的话，请你到招待桌去拿华文的逐字稿，跟着一起来听上帝的话。愿上帝话，甲咱做伙伫地，互咱做伙伫礼拜中做伙来听见。伫今仔日，伊要咱所讲的话语，所以即时咱要听迄个上帝话语。我伫几工前，我有甲即个德中的妇女事工部的遮个姊妹讲，我讲即个其实上帝话语吼，其实就伫你边仔啦。因为你边仔迄个就是上帝创造的啦，所以你爱看伊哪亲像，你看到伊就哪亲像上帝创造的遐尔水，所以请你来学乐一下，讲吼真欢喜，甲你做伙坐做伙，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你旁边那位就是你上帝所创造的，所以要看他，认他为上帝所祝福的。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夫妻，互阮听见你的话，安尼祈祷靠主圣名。有一个传说，随上这嘛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树拉古的这座城，这座城其实是伫西西里岛，意大利的下面，西西里岛的顶头。这内底树拉古的王。有请师傅帮伊做一顶王冠，黄金所做，所以伊就摕纯金去互师傅来做，做好了后，摕来哇，黄金嘞，真欢喜。总是无想到这时阵有人来密报，密报讲这个师傅是用白金人做内底头工剪料所做。这个王，因为这个王宫确实是甲当时的迄个黄金平同，因为穿起来拢平同，所以王想讲，嘛毋知影即顶是毋是古早迄顶咧？要安怎？想来想去想无步，伊就想讲，嘿，安尼好，我来调我的国家内底上巧的迄个人。当时即座城内底上巧的迄个人叫啥物人？名你敢知？叫做阿基米德啦。即座城内底上巧的迄个人叫做阿基米德，伊就把阿基米德叫来，讲你帮我负责检查，看即个黄金是毋是即顶古早迄个黄金是毋是甲即个王宫、王冠？这个平同是毋是即顶拢是黄金？结果阿基米德就转去开始想半工拢想无。有一天伊咧洗身躯，洗身躯了后，突然间互伊想到，所以伊就补一句话：嘿，我找着啊！总是毋当安尼，伊讲我找着了，偌欢喜的，你敢知？所以规身躯无想到伊时阵咧洗身躯。拢无穿，就撞出去，撞出去街路啦。所以有人讲，这叫做历史顶头第一个有人裸奔。我找着啊，有欢喜无？有啊，伊想着啊，欢喜。伊想说啥物步？伊走去迄个国王的面头前，就将迄个王冠。甲平同的黄金摕来放进2个水桶内底，然后
结果放入王罐的迄个水桶溢出来水较侪，这说明即顶王罐甲平常纯金的密度无共，所以就互师傅的规格露现。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浮力作用，物理学上叫做浮力作用。人嘛啦称作阿基米德原理，其实毋是阿基米德伊是伊发现，毋是伊发明。听有我意思无？是伊发现，原来这会当安尼比较出一个是毋是黄金的代志。亲爱兄弟姊妹，咱感觉因为找到啥物物件，啥物人，就亲像阿基米德遐尔欢喜到规身躯袂记即规身躯无穿就撞出去，斗亲像阿基米德安尼。路加福音15章，其实主耶稣就一连讲三个故事。咱通讲这是三个譬喻，总是真侪人认为这三个譬喻拢咧讲一项代志尔。因为这个三个故事拢包括共款的内容，共款的内容是啥物货？就失落、找到、甲欢喜。所以这三个譬喻拢有共款的意思哦。所以伊是咧讲一项代志。主耶稣伫遮咧讲一项代志，然后主耶稣咧讲这三个譬喻的背景是啥物货咧？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2节，就是这个背景。咱来读看卖啊！来，做伙来读来。有一遍，真侪冒失甲侪人赶来耶稣遐，要听伊讲道。法利赛派的人甲结合教师闹量讲，即个人接纳侪人甲因食饭。咱拢知影台语闹量是啥意思？细念是头仔私底下的意思哦吼，闹念。意思就是讲吼，因是私底下无当面啊。闹念其实有这个意思。伫主耶稣的时代，迄个时代人身份、地位、阶级真分明，所以好野人就是真正送向人，嘛袂甲因做伙食饭。爱知影这样道理哦吼。好野人、地位真悬的人，真正送向人，会因会总是因袂甲因做伙食饭。真明显，主耶稣并无安尼做。叙利亚的神学家耶利米亚伊安尼讲，伊讲主耶稣甲侪人做伙食饭，表示伊存和平、信任、赦免的手。甲因做伙食饭，表示兄弟姊妹的感情。伫东方，甲人做伙食饭是甲人分享你的性命。主耶稣甲冒失。侪人做伙食饭，就表达伊来到这个世间的使命甲信息。伊要人讲，上帝国的宴席就伫遮。伊嘛要人讲，伫桌顶会当团客。侪人就会受接纳，进入得着救的群体。透过安尼，上会当表达出上帝迄款救赎的疼。总是主耶稣即款的作为，遮的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因看袂落，所以主耶稣透过即三个譬喻，就亲像话先来讲，即三个譬喻其实会当讲一个譬喻，要回应伊。实际上，咱今日所读到的，就是头两个譬喻。路加福音15章第3节到第4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就甲因讲这个譬喻：恁中间什么人有100只羊，拍毋见一只，伊兼会放迄99只伫旷野，去找拍毋见迄只，找到着。
台语真特别吼，找到着，意思就是找无着，就无放伊线的意思。伫旧约，摩西，咱读到摩西是各样的，以西结称以西结书第34章，先知以西结称君王做各样的。诗篇23篇，诗人搁较称主上帝是牧者。头一句就是安尼哦。诗篇23篇，我想咱大家真熟。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无？总是来到耶稣的时代，这个法利赛人甲文士却认为各样的是无正经，是安怎？因为伫因做工的时阵会接触到火，咱爱知影咧接生也好，咧抬这个羊火也好，拢会摸着火。咱爱知影伫迄个律法内底摸着火，就表示安怎无清气。然后咧，若伫雇羊的过程，因为因爱带羊出去，所以时常才会雇羊的无法度守安息日。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当时法利赛人甲这个经学士只有接受伫历史顶头，就是伫上帝话内底。遐个做上顶的雇羊的，总是伫厝边，伊的厝边咧雇羊的迄个，伊却看袂起伊。伊感觉讲吼，这个人做这个工课无正经啊。所以主耶稣用雇羊的人来做譬喻，其实有文化甲历史的上顶的意思。因为法利赛人甲文士当时是犹太人社会领导者，因极有影响。伫历史顶头，因就是上帝百姓的雇羊的，迄个会当用安尼来譬喻。所以主耶稣就直接看因来问因讲：啊，恁若有100只羊，有1只无去，恁要安怎做？恁会安怎选择？安怎做？出来记22章的12节到13节，咧描述这个记事。咱做伙来读这段记事，做伙来读来，确实知精生是互人偷砍去，受托的人着赔原主；若是互野兽拆碎，受托的人着带迄个身体来做证据，伊就毋免赔。出埃及记22章，这是伫出埃及记20章，迄个上帝10句话的第8戒，叫做毋通偷摕。然后后壁22章遮拢叫做典章，啥物话叫做典章？就是你若甲我讲毋通偷摕，安怎叫做毋通偷摕？遮就是咧细节，要哪行为的细节。伫即个第8句话毋通偷摕的即个实施的细节内底，就甲咱说明即个雇羊的是安怎为着找一只宁可放99只伫旷野的原因，因为这是伊的责任。咱有读着吼，受托的人的责任，伊爱想办法找着即只羊，就是已经互迄个野兽拆碎，迄个骨头嘛爱炸转来做证据，讲即只我无偷摕，证明讲我无失职，是安尼的原因。所以无即个雇羊的，即个受托咧雇即大群羊的人，会互人看做是偷摕，或是失职。所以主耶稣透过安尼咧对即群犹太人的领袖，对因讲：恁的责任是不管安怎，爱想办法找着伫上帝百姓内底遐会失落的。恁的责任是安尼，结果恁颠倒咧笑我呢？恁颠倒咧伫下骹咧硬念讲我做的，
无应当、无正经的。爱去找着，因为就是有一只，恁若无去找，若安尼，恁失职。即伫阿兰文内底，甲欢喜的迄个发音真类似，然后找着迄个欢喜，伫即个故事内底出现2遍。第一遍是各样的路加福音15章第1节，一个找着伊就真欢喜，将迄只羊派伫镜头。迄个咱会感觉奇怪啊！羊明明家己有脚对无？是安那？即个顾羊的找着伊爱来派起来。咱爱知影一只羊不止啊重，至少10几公斤，不止啊重。所以啥物货是安怎会来派起来派伫伊的镜头？是因为羊的特性是当伊走无去，上尾。伊的污糟，就温伫迄个涂骹内底，满肚震动。所以，当即个顾羊的找着伊的时，伊也无人骂对无？嘛无怨叹讲，我等下搁要扛你转去呢，嘛无呢。伊就来扛起来，然后圣经大汉讲安怎？伊就真欢喜，啊！伊就真欢喜，来扛起来。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顾羊的疼的负担。咱看到人两只，咱就来扛起来。这个顾羊的将伊的发现找到即只羊，就扛起来，扛伫伊的肩胛头，然后行转去，阁有一段路，沿路有可能阁有野兽。所以，通想知影，伊的家族、伊的厝边，拢会为即个去找即个顾羊的人，伊的安全来烦恼。当伊平安到厝，第2遍，就是伊的家族甲厝边头尾的人做伙来欢喜。路加福音15章第6节，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转来到厝。叫朋友甲厝边来，甲因讲，来斗欢喜，因为拍毋见你只羊已经找着。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咧对咱讲，当上帝找着咱，就是咱走无去，倒伫涂骹，破碎，极其软弱，总是伊要找咱的时。当伊找着咱，伊会欢欢喜喜，甚至伊会愿意来担咱的重量。上尾，天顶也因为咱平安到厝，做伙来欢喜，就亲像路加福音15章第7节所讲的，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甲恁讲，亲像安尼，为着有一个悔改罪人。比有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伫天顶的欢喜会搁较大。现在讲普遍认为即段话其实是主耶稣在支持的话，特别是下面迄段，比有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因为当时犹太人的经典。即本经典叫做《塔勒姆》，我想咱中间检测话人捌知影。即本经典当时犹太人经典内底，《塔勒姆》迄收集列比的传统讲法。为列比认为世间上有完全正直、毋免悔改的义人，上帝特别疼因。总是嘛有列比无赞成、无同意即款的看法。事实上，先知嘛无赞成。以赛亚书53章第6节，安尼讲，以赛亚教咱着安怎祈祷。咱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个人行家己的路，
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我相信耶稣甲以赛亚是同款的想法，所有人拢袂落亲像羊，所以咱拢需要各样的带咱倒转，需要悔改，因为安尼。 伫故事的一开始，即个譬如的一开始，迄个互人放伫旷野的迄99只羊，应该也爱互人找着，带因倒转。所以主耶稣即句话的意思，检采是天使袂为迄99只家己认为毋免悔改的义人欢喜，因为因。 也袂转来到厝，因为因也袂转来到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做教会群体一份子以及基督徒的责任。咱有责任去传福音，去找遐属上帝走无去的百姓，带人倒转。 悔改，转来到厝，咱搁较需要用听，互相来搭，用听互相来搭，直到安全转到厝。所以，当咱自执的时，就应该欢喜庆祝，这就叫做教会，这也是咱自执目的的中间。 其中的一项，就是咱爱转来到遮，就爱欢欢喜喜转来到厝，毋通搁迷路啊！所以咱若坐伫遮吼，有的人搁魂游向外，可能搁咧迷路，所以愿上帝帮咱。第二个譬如，刷落去《路加福音》15章第8节，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也是有一个妇人，有10个银拍毋见一个，点袂点灯扫厝内，拍拼找到着。这个银员当时差不多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做工的人一工得到代价。总是当时一般农村的庄脚的生活，大部分拢。 搁停留伫用物件换物件的阶段。换一句话来讲，通常是用家己厝内田内底出产的，就是养饲的遮的精生来互相交换。所以当时的人，因的生活大部分拢是家己露营对无？ 然后咧，会当甲别人分享，像恁兜有咧饲羊、饲牛，啊，阮兜种田的，着互相交换，安尼是无需要钱的。所以对即个富人人庄脚的即个富人人来讲，这1箍有可能价值应该超过本身这1箍的价值。 因为当时伫庄脚当时的银元真少，所以有人咧约，即个10个银元有可能是即个富人人的嫁妆，10个。沙伊德嘛安尼讲，伊讲10个银元可能若变做一个华链。咱若知影10个华链，10个银元吼，若变做一个华链。 然后若落一个，就会感觉少去啊，对无？所以，意思就是，迄个落一个就无完整。所以，这个富人人看这个银元，伊的损失大过这个钱的价值。不管安怎点电火，嘛爱找到着。路加福音15章第9节。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一个找着，就叫朋友甲厝边来，甲因讲来斗欢喜。
因为拍毋见迄个军营已经找着。随上伫第1世纪，咱爱知用妇女做故事的主角，就是突破传统。主耶稣搁一摆来拒绝遮个法利赛人对某一寡人的态度。第一个故事用因看轻的故样的做主角，第二个故事搁较用迄个地位真低的妇人人做主角。两个譬如真无共的所在，搁有比例。咱爱知第一个譬如一个故事叫做1/1，对无？然后第二个譬如叫做1/10，对无？然后第三个譬如，咱后礼拜读到，叫做1/2。第三譬如，第三个故事叫做1/2啦。然后因要找的所在，不只是伫旷野，嘛有时伫恁兜，你嘛会拍无去。不止旷野哦，旷野真大，有当时也找无。当时伫恁兜，你嘛有可能会拍无去。拢有遐个需要咱去找的人，也是物件。所以，着看无家己，放杀家己，迄个就是各样的。迄个各样的看无家己，不管安怎，伊找着就欢喜啊。所以爱付代价嘛袂要紧，就是点电火嘛爱去找，毋免怨叹，爱有耐心，甲细致直到找着。无当天，搁爱看伊做珍宝，因为找着啊，着爱真欢喜，甚至爱找人做伙庆祝。罗高因15章第10节上尾，咱读到这个经节的上尾，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甲恁讲，亲像安尼，上帝天使会为着一个罪人悔改来欢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即三个譬如，包括咱后礼拜要读到，拢咧表达一项代志，就是人会悔改。主耶稣并无交代伊囥伫旷野迄99只后来的故事，总是伊也伫伊的结论内底囥落即个伏笔。主耶稣要对遐个私底下拗念的法利赛人甲文士讲，这就亲像各样的咧找遐个走无去的羊，妇人人拼命嘛要找着失落拍加勒的钱银。我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拄就是要找这个世间失落的人。恁搁较应该安尼。法利赛人甲文士掠做，我家己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所以上帝特别疼因。主耶稣支持因讲，恁若无学亲像一个罪人的悔改，家己掠做，家己改头，认为家己毋免悔改，那安尼，伫上帝甲伊的使者的面头前，比迄个一个愿意悔改的罪人，搁较毋值啦。郑阳恩老师伫伊台神的历史老师，郑阳恩老师伫伊的册顶头，伊的文章顶头捌写一个人，伊讲伫台湾宣教士内底有一个上趣味的宣教师，叫做梅甘武牧师。梅甘武牧师，伊伫1895年甲蓝大毕医生，我顶礼拜有讲到蓝大毕医生的故事，做伙来到台湾的彰化，做伙来宣教。伊甲当时来到台湾的宣教师上大的无共，就是甲在地台湾人同食、同啉、同坐三等位。所谓的三等位，当时是日本时代。
所以毋通想讲只有美国才有发生迄个黑人甲白人爱分做的位，台湾嘛是安尼。台湾当时的火车，日本时代是分3等，台湾人只会当坐3等位。就亲像今仔日坐飞机共款，坐飞机有头等舱、商务舱甲经济舱。今仔日毋是用阶级地位，是用钱，你开偌侪钱，就会当坐啥物位。总是当时毋是哦，当时是看人哦，你是啥物人才会当坐啥物位哦。人当时是看人哦，所以伫日本时代是台湾人只会当坐3等位啊，啊英国人会当坐1等的。总是每间务师甲人无共，伊甘愿坐3等位。甲台湾人穿共款衫，所以伊的英国工威廉牧师就来笑讲你搁哪英国去食的？你对英国来，结果亲像台湾去食。然后文干牧师真特别，伊的宣教主张就是用布道为优先的宣教策略。所以当时伊伫彰化地区一礼拜。大概去庄骹着布道3天到4天，然后着四界行，啊着行到倒着困到倒后，困庙埕的后，困倒的拢困。然后通常伊安那布道，伊着去找迄个人真侪所在，着亲像庙埕也是市场上闹热，然后伊着讲落，也是分迄个苏格兰号角，因人的注目。然后，伊有一个真特别的策略，伊就大声喊讲：上帝芳伊囝，上帝芳伊囝，上帝芳伊囝。咱也知影即句话吼，现代人无啥物稀奇，总是过去伫台湾的庄脚所在，因为关系真密，所以啥物人厝内底的囡仔若拍无去，就全村的人拢走出去找啊。所以迄是古早庄脚的所在，还会安尼啊，全村的人就拢走出去找迄个因兜的囝。所以即个梅干牧师当时就讲上帝芳伊囝，意思是啥物话？来哦，来哦，来哦，我要带你传福音嘛。上帝芳伊囝，亲爱兄弟姊妹，请问咱来到遮要找啥？请问咱来到教会，咱要做基督徒，咱要找啥？请问你要找啥？是咱可能心内底拢想讲，我要想讲，我要得到富裕，我要得到健康，我要得到成功。总是有可能，当咱有诶时阵，当咱健康诶时啊，当咱伫一般人看起来更较成功诶时阵，咱袂感谢，咱会感觉讲，这我应该得诶啊，咱袂感谢上帝。当咱成功的时候，有时阵咱嘛甚至会认为这是上帝对我特别的疼。总是当困难出现的时，病痛搅扰的时，咱会安怎来回应？咱是毋是会掠做是安怎这项代志就来到我身躯顶头？是安怎？甚至会埋怨叹人，怨叹上帝。实际上，咱每一个人拢亲像迄只走无去的羊，咱走无去，毋知要安怎，甚至会倒伫涂骹，毋肯振动。总是上帝就亲像迄个雇羊的要找伊的羊，伊用持续的等待甲走找要来疼咱，伊要找咱。甚至伊愿意将咱放伫伊的肩胛头，用即款的疼要叫回咱的心，这就是咱悔改去互上帝找到的特点。所以有时阵，咱爱到安尼，才会当听见伊的命令去听，甚至为着伊的听来付代价。因为伊已经为咱付上代价。虽然我嘛相信，坐伫遮的人，甲伫线顶的人，
咱做伙听到，拢是互伊的听所找到的人。我嘛愿伊所听的教会有上帝特别的怜悯。咱等者，随上咱大带侪人入来已经投票。透过这个投票，其实咱嘛咧为着教会祈祷。咱毋望，所以伫教会内底的选举，甲外口的选举无共的所在，是咱知影，咱拢是有限，咱拢是罪人，总是咱知透过安尼为教会祈祷，嘛毋望才会受选着的种子，真正来做上帝好路用的雇用的。愿咱拢伫伊的听、伊的手内底。换做确信甲毋忘，将咱性命所经过的破碎甲惊吓，伫伊的听甲伊的手内底得到和解，然后咱会当找到迄个搁我失去搁得到的家己，下过人甲人中间遐个墙甲人真实来拄着。愿意去听、去传，愿上帝话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确实软弱，阮有时就倒伫涂骹，毋肯振动。求主怜悯阮，帮助阮，互阮真正伫你内面得到快乐，勇敢伫人的面前。见证你是我的主，我毋惊见笑。愿上帝恩典甲阮做伙伫地，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多谢牧师的正道，咱煞接继续来吟圣诗学到上帝。圣诗532首，我认救主，无惊见笑。请起立，跟全首。
济，下面咱来奉献，这时来请苏玉玲执事、黄腾义执事。会长请起立吟奉献的诗。这是我来报告，以后要报告的大声，请咱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头前，我来读一摆，大家缀我读一摆。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个人行家己的路。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来请。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个人行家己的路。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以赛亚书53章。咱亲像羊迷路，逐个人行家己的路。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请咱大家掀开周报第1页，后周的事奉的情形，请咱家己看。然后分配着事工的这个干部，请咱大家注意这个时间。顶周的聚会的情形，甲周间的聚会，甲主流教育部的课程，请咱大家来看。小组的聚会，遮有一个表咱大家呢都合适会当的，拢尽量参加这个小组。注意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看。然后订单的所在，请咱向中心来提出见证。掀开周会第3页，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大家要节省这个时间，避免个这个传染着所以咱伫外口咱有这个提早选举念伊我这时间报告刷轮来开票来证明了这个选举开票第2项呢，这个念伊聚会煞了以后，1点伫即款议会是要召开这个小会，新当选的这长老，请咱列席。第3项，10月份的1月中级长老黄传俊，长老执事是叶立这一摆台语的，国语的部分是吴文仁执事。第4项，新居人的中级团契省长逐工训练会伫10月初8拜6的早起是9点半，伫705这个会议室召开，请咱这同工拢准时来参与。
后礼拜敬老节，甲即个上年的时间纪念主日，请咱为着教会上年来关心代祷，甲成立中会上年部的时间来奉献。100岁以上为陈荣华，90到99岁陈燕、刘在清，陈阿全、陈高桃。剪除桂花无处加工，80岁到79岁，才我袂读请咱大家来看。后礼拜咱为来庆祝。教会消息后一项，2022年的即个传福音训练装备的课程，对怀疑到相信，开始有受理报名，伫11月上课。报名的对象是中职同工甲小组长，希望咱大家拢会当参与即个训练会。第2项，咱教会分做8区或者小组，65岁以上10月份生日，请咱来即个干事徐少年的干事来领取即个关怀的礼券上好是通过区长来领，较袂乱。第3项，上年的即个中央的感恩甲联合野外礼拜的收费情形，请咱大家来看10月20日是一人先收400块，后续即个补助200块。10月30联合野外礼拜，每一人是收500块，已经报名39个，搁来一个就40个已满，请咱用一少数集数来报名。下面呢，即个圣诞节的即个活动咱有即预告即个节目，请大家来看。消息报告。本会林志英姊妹、甲陈振中兄弟的夫妇，也中路陈雅文姐妹甲即个孙伟月先生先生，伫即个拜六下晡3点，伫咱本会礼拜堂来举行结婚礼拜，希望咱兄弟拢会当来观礼甲祝福因。告解消息，北大女传会8周年的感恩礼拜甲灵修会年会，伫11月17到19。伫即个邦桥杰士堡有氧饭店伫遐召开，报名费是5500块，即入选有补助一人1000块，咱就要来参加的黄立方会长来报名。其他消息，教会合作社理干事会10月29日后礼拜中午12点伫101会议室来召开，请理干事来出席。伊下面的代祷事项，请咱大家来看。是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朋友。我先来介绍今仔日伫咱中间的新朋友陈韵如姐妹，伊伫咱中间请伊站起来，互咱欢迎伊伫咱中间愿上帝的祝福，也甲你做伫咧，随小伊随小因拢大概拢伫即个共款的所在，总是。就伫咱附近，求上帝特别扶持祝福，嘛，互韵如伫遮的工课，伫生活甲性命拢通得到祝福。所以咱等下嘛会当甲韵如有一个互动希望假使有机会，韵如嘛会当加入咱的团体也是小组，愿上帝祝福临在伫所有的人，在场所有的人身躯顶头。伫遮我只有补充报告一项代志就好教育部后一长老其实有推动即个从怀疑到相信即个课程，这是一个即个传福音的课程，所以是线顶就会当来受造就。这本来是爱付费，总是教会遮，因为这是一个传福音的课程然后专程参加爱开真侪时间，所以欢迎咱大家有对传福音有兴趣，甲愿意投入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学这个课程。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即时咱来进入咱的咱的会员合会咱的临时会员合会。我伫遮宣布即个咱的临时会员合会的签名，咱会照即个签名内底来做准算咱现在总在职会员数是249位，然后扣除请假有35位，应出席爱214位，然后1/2以上来生会是107，
实际签名的人数是155，所以咱有通过来这个召开咱今年度的临时会员大会来选举中执吼，所以咱拍扑仔来欢迎吼，就是咱有通过。这是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互阮会当自执，透过选举，主阮确实毋忘透过选举来举出伫你教会中欢喜来服侍的正中执，求上帝赏赐帮助扶持，互阮正兄弟姊妹透过祈祷，透过仰望，求上帝也投落的这票，求上帝使用，也帮助扶持，互阮伫这个过程选出来的中执，拢下主心意。主求你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我要邀请咱的小会员伫遮，因为咱已经有举行第一遍的投票，咱行入来的时阵，就举行第一遍的投票。咱的投票若选无出来，会选3遍。所以等一下，若迄个人数有选无出来，咱会继续第2遍的投票。听有意思吼？咱会继续第2遍的投票，甲第3遍的投票。第一轮，咱会请这个小会员中执同工来服侍，抢票、监票、甲画票，咱就会当伫顶头就知影。所以，咱会先即摆对迄个票箱内底摕出来。所以伫这个过程，咱小会员咧无用的时阵，我伫遮小可刷落去报告，亲爱兄弟姊妹，我嘛要邀请咱大家有机会伫教会内底，咱爱有3项的服侍。第一个参加一场礼拜，第2个参加一个团契，就是小组。第3个就是请咱来参加一个服侍。咱求上帝帮助扶持，互咱透过伫教会内底的服侍，有上帝的赏赐甲旨意伫咱中间。第2项代志，我刷落去嘛要咱来报告，就是后礼拜双连主日，所以咱伫第2礼拜中，咱会举行双连主日，要庆祝年长以及伫咱中间即个有年岁年厝较低的人，咱求上帝赏赐祝福带领，所以后礼拜嘛要请咱做伙来参与这个礼拜。好，此时咱有个人若不要紧吼，咱就等这个小会员备办好势了后，咱就准备来开票。伫遮我嘛甲大家报告，咱等下会有准备便当，所以会当免急的转去。咱等下会有准备便当，所以咱来听遮个小会员的投票了吼。等一下，咱第1轮咱要开这个长老的选举啦吼。另外，我要邀请咱大家
假使咱若有法度会当来摕新姓诗，因为我等下要伫即个因咧无用的过程内底，要请咱做伙来吟诗，所以咱若有法度，请咱去后壁去摕新姓诗。我要请怡轩老师帮我摕即个献开姓诗第315首。姓诗第315首，咱也会使来后壁摕新姓诗，咱来吟新。OK 吗？假使咱若有摕到新姓诗的，会当甲我做伙来吟，就是你有声吼。天白云层真正大，日日的阴川，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作伴。咱着少念伊的韵，日日永有春。好在的橄榄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伊着较引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好乐，回声吟诗，互天地拢总相加欢喜。这时咱来小会员已经备办好，所以这时咱做伙来听这个见证这个开票。喂，可以吗？有声音。拄则吼，咱已经收回来154张票，收回154张票，2张是废票，2张废票，所以呢，合格的是152票，所以咱即马来开始开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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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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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2号1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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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
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2号1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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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1号1票，1号1票，1号1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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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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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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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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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1号1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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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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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
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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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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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1号1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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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1号1票。2号1票。结束。来，即时我来宣布咱这边临时合会的长老候选人因的得票：1号陈建州111，2号张伯钧119，得票119。因两人拢超过半数，所以拢通过。所以咱拍扑克来欢迎因当选成做咱后一任的长老。第二个部分，咱要来进行这次的选票，所以大家已经当因咧款的时阵，咱过来吟这个圣诗第315首。咱过来吟圣诗第315首，咱透过这首圣诗，咱求上帝赏赐的恩典，甲咱做伙伫地。虽然苏琴还未来，总是不要紧，咱来做伙来吟唱这条歌。来吼，天白云电真正大，
日日地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做伴。安尼无准吼，因为爱听琴较准。天天边，来预备来，天边稳定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做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伊着较引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学乐开声吟诗，互天地隆重三家欢喜地，再来一遍来。天地稳定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做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伊着较引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学乐开声吟诗，互天地隆重三家欢喜。搁小等一下吼，来。咱来多谢这个社会员的队伍吼，因爱真细致来算这个票，然后会当来算好势，了后来开票。咱求上帝特别赏赐，透过这个伫众人面前公开的这个行动，真正有利益伫咱的教会内底。咱再来吟一遍啦吼，圣诗第315首。天地稳定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做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伊着较引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学乐开声吟诗，互天地隆重三家欢喜。愿咱所做真正互上帝欢喜。这时咱来听这首的第一遍的开票。拄则发票吼155张，收转来155张，2张汇票，汇票2张，
所以有效票是753票，咱这次来开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6号1票，2号1票，4号1票，6号1票，9号1票，10号1票，1号1票，4号1票，6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9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1号1票，3号1票，6号1票，7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3号1票，8号1票，10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9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7号1票，8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6号1票，8号1票，10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11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0号1票，2号1票，4号1票，6号1票，9号1票，10号1票，3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6号1票，10号1票，1号1票，6号1票，8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4号1票，5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
1号1票，3号1票，5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9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10号1票，1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6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11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9号1票，1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号1票，3号1票，6号1票，7号1票，8号1票，10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9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9号1票，10号1票，5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9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6号1票，8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2号1票，3号1票，6号1票，8号1票，9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号1票，1号1哎，6号1票，1号1票，4号1票，5号1票
6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1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不，1号，3号一票，4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2号一票，5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5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
4号1票，7号1票，11号1票，2号1票，5号1票，6号1票，8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1号1票，3号1号，4号1票，5号1票，9号1票，10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6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1号1票，6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1号1票，5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8号1票，1号1票，3号1票，10号1票，2号1票，9号1票，10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9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9号1票，1号1票，5号1票，7号1票，9号1票，10号1票，1号1票，8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8号1票，9号1票，10号1票，2号1票，7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5号1票，9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7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6号1票，7号1票，9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
9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3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就是你买的。3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4号一票，7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8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哎，无，不是哦，你无。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9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6号一票，2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5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5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哎，1号，3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发票唱票完毕。
谢。哦，我知道，我知道。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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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来公布这次第一遍的选举结果：1号120票，2号95票，3号91票，4号67票，5号78票，6号71票，7号44票，8号38票，9号24票，10号57票，11号31票。伫遮我要来恭喜有4位来通过咱半数以上的票数，就是1号陈柏妍，2号陈美智，3号刘泰山，5号黄约瑟。咱拍扑啊，多谢因，也欢迎因伫这个过程内底得到祝福。所以，等一下，我要请咱的小会员来分第2遍，这次第2遍的选举，请咱爱会记住，1号、2号、3号、甲5号唔通阁选啊！1号、2号、3号、甲5号，请唔通阁选，请唔通阁交选，然后。这次第2遍的选举，咱要投2位，上多2名尔哦，上多会当空2个名，袂当超过2个。了解我意思吼？咱嘛会当空1个就好，嘛会使哦吼。总是袂当超过2名，超过咱就算废票。听有意思吼？听有意思吼？我搁讲一遍。这次第2遍的选举，请咱1号、2号、3号、甲5号唔通阁交选，唔通阁交选啊！就是对剩的名单内底来交选。第2，请咱交选2名就好，交选2名，请咱选2名就好哦吼。对剩的遐，请咱交选2名，咱就是应选有2名，安尼就会使。好，拢听有吼。这时我要请咱的小会员来分第2遍的选票。这次第2遍的选票。有，好了吗？好了吗？好了吗？OK 哈 ，OK， 好。即时我来叫名，叫你名来头前吼，来交选1个也是2位。好，2个圈选处啊，这样比较快啦。嘿，这样子流动性。这样可以。这样动线。我们圈完就回去了哦，圈完投完就回去了。莫徛伫遮啦，你若投了以后吼，坐你的位安尼。对，空了就等于啊哈。来，我来叫名哈，吴传香、周慧珠、彭家富、陈淑珍，叫你名紧来头前领票。若无方便来领票的，不要紧，举手，互阮知就好。我会送到你的面前吼。我来继续，张伯钧、李国文、苏怡玲、柯明伟、廖慧英、柯怡婷、柯宏斌、郑凤阁。叫你名来头前领票哈，随投咧，安尼，交1个也是2个就好啊，安尼。蔡锦之、卢敏珍、李曼英、林继英、陈雅婷、
李卓月珠、任珍妮、赵成伟、黄慧守、邱幸玉、邱颖杰、李文圭、贾珍、苏丽梅、赵淑英、穆桂英、林武雄、叶丽义、孟桂英、陈庭贤、张雅敏、陈美智、蔡志勋、林漳州、吴丽云、许宗勇、梁林雄、黄传俊、温立竹、刘敏洲、赖桂娥、田丰春、陈树妍、吴文仁、刘明杰、赵美珠、许峰恩、吴慧玲、陈妙芝、李娟秋、李秋桃、吴秋敏、刘生祥、于美莲、宋水泉、宋继堂、徐明田、彭玉锦、叶华云、白洁玲、江俊仪、邱凯婷、王秀玲、李庆章、简秀柱、李正玉、李怡轩、黄朝勇、庄林荣、黄慈辉、李正义、朱美玲、李鸿祥、王立清、陈明福、陈玉凤、戴玉燕、林丽玉、陈慈、林素珠、邓碧玉、李茂成、蔡美娟、黄专文、李延慧、陈佳瑶、薛丽华、陈怡亨、陈祖德、胡翠萍、庄淑丽、陈柏妍、周雪梅、曾玉凤、林瑞淑、郑雅雅、黄李秋香、吴富仁、于继平、于明月、简丽兰、
黄文光、李明霞、陈秋信、黄文正、简碧慧、彭秀芬、苏红梅、陈瑞香、刘俊荣、吴丽玲、罗君祥、罗庭轩、蔡乃平、黄吴美惠、陈维民、吴秋红、林富祥、叶淑美、郑雨彤、潘瑞琼、黄水晶、蔡以如、黄腾毅、赖义玲、黄亮轩、王秀燕、尤祥林、陈君毅、陈阿全、陈玉棉、王浩杰、邱慧玲、王怡礼、陈秋花、赖秋美玉、赖建义、黄淑慧、黄约瑟、赖冠飞、萧素娥、杨卓华、陈正燕、刘惠美、黄碧霞、彭信燕、林章茂、苏优年、郭玉娇、曾美云、陈碧莲、尹丽芳、陈清志。有没有没叫到的？有人没叫到啊？无漏掉了吗？有请举手。哦，妈妈好，这边漏掉了。不方便的话，拿到前面请小会员拿给那个。假使咱若有无妈妈方的部分便来投票的，请咱举手在座位顶头举手就好。阮小会员还阁将迄个选票提到咱的面前，吼。还有没有漏掉的？有漏去无？没有了哈。来，你也要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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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真侪人拢跟我同款吼，就是有时候会有选择性障碍，但是求上帝特别赏赐，透过咱的选举，真正会当互上帝所要使用的人，伫伊的会中来得到快乐甲接纳。等一下，我就要拜托咱的小会员来算票吼。选完了以后，就是说万一没有达到一半就是最高票2个人当选，好，这样子节省时间。好。咱等一下第2轮的选票，上高票的2位要当选吼，要当选。咱等一下，请小会员来调换来算啦吼，算这个票数。然后在座迄个，所以我要请小会员小可调换。不过在座，我要邀请咱大家
这个时阵，咱若来献开圣诗来吟圣诗啦吼。咱的新圣诗有几首真特别，所以我要请咱来献开。咱若手中有新圣诗，请咱献开587首。圣诗新圣诗587首。新生诗第587首。这条歌有可能大家过去有真侪人有真识，总是无得较知影讲伊有伫新圣诗内底。咱来听琴弹一遍。咱知主将官，咱的名仔知。咱的明仔载其实是主所掌权，所以咱一定要有愿望。咱求上帝特别扶持，甲咱做伙伫地，互咱知虽然咱毋知明仔日会安怎，总是上帝知，上帝必然带路。咱先来吟第一节啦，吼，来预备来。我毋知明日会怎样，主带路，我免担忧。我无求，大日好日光，有时阵黑暗黑长，对将来。我充满望，主保守，得靠稳当。我大日甲主当脚步，伊甲我头前路途。这事，明日会临到。这事，我的明了，我今在主将官民意，依靠我一路行头。第二站吼，每一步哪行哪更别。亲像爬，不紧流退。我当打，那飞就那去，那云彩灿烂光辉。伊所在，主眼光普照，无目屎。永无凄凉，伫美丽彩虹的尽头，情山鸟甲天相连。这事，明日会临到。这事，我的明了。我今在主将官民意，依靠我一路行头。第三节来，我毋知将来的日子是遥远，也是相逼。既然主有样起照正，伊为何予我高扬？伫头前虽然有水火，有凄厉，也有可悲，但有主引带我路站，伊保护甲我遮看。这事，明
灵经为灵高，最最属我的明了。我今在主将光明里，依靠我进入家堂。好，我想咱小会员也准备好势，来开始第二遍的开票。这是我来报告一下吼，咱拄则发票是126张，收回126张，废票7张，所以有效的票是119张。咱这时来开票，来报票。开始。好，我来念。来，伫即边开票的过程内底，假使咱伫即边开票内底，阁无选出这个候选人，咱会伫开票，就是应选的名额内底选3名，选3名，取2名，或是选到有人超过半数。然后咱会2名取1名来选举吼，就是应选的名额加1名啦。简单来讲就是安尼吼，应选名额会加1名来做第3遍的选举。听我意思吼，就是得关票应选名额会加1名，咱用2名加或3名来选举。伫即边的选举了后，若选袂出来的话，咱会做第3遍的投票。来，即时来开票。9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11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9号一票，10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7号一票，9号一票，7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8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8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8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8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9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7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11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1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4号一票
6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11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8号一票，4号一票，8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没关系。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9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11号一票，4号一票，8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8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1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11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7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8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3号一票。哎，这个废票，这个废票。按您当选了。对，好，那等一下扣这一张哈。好，7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8号一票，7号一票，7号一票，6号一票，没关系。好，8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11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11号一票
6号一票，11号一票，10号一票，10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1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11号一票，4号一票，8号一票。唱票完毕。唱票。来，我来宣布第2遍这次的选举结果。4号45票，6号49票，7号18票，8号24票，9号13票，10号39票，11号19票。咱这边收票是126票，废票有7票，所以有效票是119票。咱这边拢无过半数，无名额过半数，所以咱爱进行第3次的这次选举。这边的选举，咱要取上悬票的3名内底，请咱投2票。上悬票的3票内底，请咱投2票。上悬票的投这个号码吼是4号、6号、甲10号，4号、6号、甲10号。中央请咱空两名，请咱空2名吼，4号、6号、甲10号，4号、6号、甲10号，请咱来空2名。听有意思吼？外口有准备便当，总是咱要来选举，我要请咱投票了，投第3遍，投票了，咱再来领便当吼，请领便当。好，这时我要请咱大家尽可能用祈祷的心、有耐心来估选出咱中间的这事，所以我要请咱特别注意吼，来投票的过程是4号、6号、甲10号，请咱伫这3名中间内底来空2名，了解我意思吼？4号、6号、甲10号，伫这3名内底空2名，空2名就好吼。好，这时来。好来，我来叫名吼。
叫你名来头前吼，拄则废票内面吼，人已经当选的佫较高吼，拢想做废票，无效。好，请童工来帮忙发便当哈。发便当，因为超过12点了，请童工来帮忙。楼上的青年如果可以来协助发便当，在后面有便当哈，请青年下来到4楼来协助发便当，谢谢。好，来，请咱注意吼，等一下，请投票是4号、6號以及10號。好，请咱下記一路吼来投票的过程，来。好，来，我来叫名哈，吴传兴、周慧珠、彭家富、陈淑贞、张伯钧、李国文、苏怡玲、柯明伟、廖慧英、柯怡婷、柯宏斌、郑凤阁、蔡锦之、卢敏珍、李曼英、林继英、陈雅婷、李卓越珠、任珍妮、赵成伟、黄慧守、邱训玉、邱颖杰、便当了好啊，我来祈祷哈，哪食饭哪投票，拢有领着啊无？后壁要无领着便当，我抢举手我看卖，来。便当领到了以后呢，我来祷告，你们那个先吃饭了哈，一边吃饭我一边叫，一边来投票。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向你的名，今仔早起是伫遮咧聚会，相视阮的选出后届中级，求主你怜悯阮，当即是阮的要选第3处的职事，求你祝福阮大家会当有气力、有智慧来选出合适你心意的人来投票来，互伊引带阮教会，领导后届阮的教会更较成长，更较日日会当来传福音，感谢老主，当即是我要来享受你手术阮的美娘，求你祝福阮遮个美娘，互阮食了后身体勇健，灵命成长，一世人来跟对你的脚步。伫我还未领受以前，阮献上阮的感谢，阮荣光拢归乎你，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即马开动哈，我即马叫名吼，咱继续过来投票。王浩杰、邱慧玲、王怡礼、陈秋花、赖秋美玉、赖建义、黄淑慧、黄约瑟、赖冠飞、萧素娥、杨卓华、陈正燕、刘惠美、黄碧霞、彭信燕、林章茂、苏优年、郭玉娇、曾美云、陈碧莲、尹丽芳、陈清志、陈维民、
吴秋红、林富祥、叶淑美、郑雨桐、潘瑞琼、黄水晶、蔡以如、黄腾毅、赖义玲、黄亮渊、王秀燕、游祥林、陈君毅、陈阿全、陈玉绵、吴富仁、于继平、于明月、简丽兰、黄文光、李明霞、陈秋幸、黄文正、简碧慧、彭秀芬、苏红梅、陈瑞香、刘俊龙、吴丽玲、罗君祥、罗庭轩、蔡乃平、黄吴美惠、陈怡亨、陈祖德、吴翠萍、庄淑丽、陈柏妍、周雪梅、曾月凤、林瑞淑、郑雅雅、黄李秋香、李庆章、简秀柱、李正玉、李怡轩、黄朝勇、庄玲荣、黄慈辉、李正义、朱美玲、李鸿祥、王立清、陈明福、陈玉凤、戴玉燕、林丽玉、陈慈、林素珠、邓碧玉、李茂成、蔡美娟、黄专文、李延慧、陈佳瑶、薛丽华、林漳州、吴丽云、许宗勇、梁凌雄、黄传俊、温立竹、刘敏洲、潘桂娥、田丰春、陈素妍、吴文仁、刘明杰、赵美珠、许丰恩、吴慧玲、陈之妙、李娟秋、李秋桃、吴秋敏、刘生祥、于美莲、宋水泉、宋继堂、徐明田、彭玉锦、叶华云、白洁玲、江俊仪、邱凯婷、王秀玲、李文圭、贾珍、
苏丽梅、赵淑英、穆桂英、林武雄、叶丽义、孟桂英、陈庭贤、张雅敏、陈美智、蔡志勋，有没有没叫到名字的？来，有漏掉吗？如果有漏掉的，有到的哈请到前面哈。好，请到前面领票。请来头前领票。好。伫遮我要征求在场议员的同意，就是等一下要用阮小会员免阁抢票，直接算票，然后公布上尾后的票数就好。安尼大家有同意啊无？好啦吼，咱为着节省时间，请咱的小会员拍电话，等一下因就直接算票，然后直接公布。咱相信因直接的电话，所以就免阁抢票。这个动作就是直接公布票数，安尼好无？好啦吼，免阁抢票啊吼。第三遍咱就免阁抢票，咱就请信任因咱就安心伫座位顶头来食饭啦吼。我就无叫了大家唱歌啦吼，咱就安心食饭。等一下，咱信任小会员伫遮吼，咱就免阁抢票这个动作，就直接公布票数就好，好无？好啦吼，好。另外请，因为宪歌队本来在想讲，假使今仔日时间会拄好，因会当留落来练诗、练歌啦吼。总是真歹势，即摆已经时间有较晚，所以总是嘛要请咱的宪歌队队员，等者嘛是留一下，吼，就是咱礼拜三留一下。咱即摆剩上尾的阶段尔，所以当票数公布了后，咱即个临时会员会就会结束。然后咱的礼拜嘛会伫这个所在暂时来结束，所以请咱的小歌队队员啦，嘛是留一下，咱会当小可分享一下，然后做一个祈祷，吼。度假发票115张，收倒来115张，汇票6张，有效票是109，109张哦有效。咱即马就开始来唱。
不用唱，直接算就好了，直接算。可以的，直接算了，对，不要节省时间啦，不要浪费时间。10号一票，哎，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他们还是算给大家听6号一票，大家算一下。6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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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0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
6号一票，4号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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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10号一票，10号一票。唱票完毕。谢谢，谢谢。对。来，我来宣布这次选举的第3遍投票，4号61票，6号71票，10号46票。这个4号以立方姐妹，6号赵美珠这次当选，咱已经3遍的选举，将所有6位咱需要的这次候选人拢选出来。我伫遮来宣布，这个照咱的选举规则，当选名单是中乐、陈建州、张伯钧、技术陈柏言、陈美智、刘泰山、以立方、黄约瑟、赵美珠。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咱每一遍的选举，拢有可能，咱爱知影有真侪伫即个名单顶头，侪人无得较透过选举来跟当选甲落选的过程。我相信这有上帝的旨意，总是会当放伫名，会当放伫即个顶头，其实是一种荣幸。求上帝特别赏赐祝福，互咱透过这个选举，真正祝福伫咱的教会。这时，咱来献开圣诗第392首，咱要做伙来吟上言，请大琴来。会场请起立，今时煞请牧师来接导。乐上帝万好本愿，地就万民这下称赞，天顶圣山颂赞万世。乐伯家相信上帝。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阮大家做伙伫地，特别甲阮今日所选举、选出的长老甲执事做伙伫地，保守扶持。阮相信，阮拢伫你的心中，祝福临在伫阮所有的人身躯顶头，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好。
请起立，行平安礼，咱互相讲平安，耶稣听你，我的平安。念伊开小会，啊，先当选的长老，请你列席。